任何地方，任何時刻，只要發生嚴重事故，俗稱飛虎隊嘅特別任務連24小時候命，隨時出動。到咗80年代，香港不時出現悍匪持槍行劫等嚴重嘅罪案，警隊決定派飛虎隊去處理呢啲嚴重嘅案件。喺過去50年，每逢重大事件，都會見到飛虎隊嘅蹤影。80年代中期，飛虎隊開始聲名大噪。喺1984年，當時寶生銀行中環分行外面，一部解款車被持械行劫，匪徒得手之後逃往北角。警方追至炮台山一個停車場，同賊人駁火超過40槍，流彈打中一名女途人喪生，賊人最後逃脫。及後警方收到消息，匪徒匿藏喺大坑浣紗街。飛虎隊奉召進行圍捕。浣紗街槍戰，雙方一共駁火超過60槍。警方最後拘捕4名匪徒，並起出大量軍火。經過呢一次事件之後咧，成報喺第日報導呢次事件嘅時候咧，因為特警隊之前咧就加咗飛虎呢2個字落去，咁從而一路咧喺新聞界啊、傳媒嗰方面報導咧，一路沿用到今時今日。